中山人口反超惠州，你以為中山係一個養老城市？數據一出，嚇親好多人啊！2025年中山常住人口大增7.7萬人，增幅1.7%，仲勁過杭州，直接超越咗惠州，就連 GDP 增速都贏1.3個百分點。阿爺最近先講完要提高中小城市嘅承載能力，廣東省自己都推出小型城市試點。歸根究底，中山做對咗3件事：第一，定大戰略，中山今次真心擁抱黃金內環，唔係得個講字，心中同城化係由政務、醫保、教育、交通全方位融入，放眼全個大灣區。真係得中山一個城市可以同香港、深圳、廣州3個一線城市咁緊密聯動。香港人北上養老最多揀中山，文化飲食同聲同氣，樓價只係香港嘅1/20。深中通道日均車流9萬架次，每日30-40萬人兩邊走，中山先至係得450萬人。你話咁樣融入得徹底唔徹底？仲有廣州幫手拉通嘅南中城際，中山第一條地鐵線就係廣州送嘅大禮。你對比下東莞、惠州，阿爺送到埋身佢都唔配合，邊個有運行一目了然。第二就係強配合，中山真係窮過怕過，所以堅定攬住3位大哥，香港俾消費力，深圳俾產業，廣州俾交通，來者不拒，全面配合啊！你睇翻惠州靠住深大城際磨咗幾十年，到今日都係得個格。東莞咧隔住喺港深中間，對省城愛理不理。深圳嗰邊條地鐵又遲未開到工務，佛山就得翻一個靠山，根本食唔到港深湧出嚟嘅紅利，所以中山呢個機會咪係咁樣得嚟嘅咯。第三，定重心，中山全城一路向東，直踩馬鞍島。中山市值前5大嘅公司全部搬去馬鞍島，島上有3間央企，2間千億巨頭，20間百億龍頭企業，超過200間高新科技企業進駐，有一片爛地做到呢個規模，呢種增幅，灣區無人比得上。呢個深中合作示範區，中山真係攞條命出嚟幫㗎。地理位置，中山從來都唔差，但係點解以前搞唔起呢？家陣戰略清晰咗，成個城市就有方向啦。講到尾，城市要起飛，關鍵係掌舵人。依家依班人真係有料到，城市留人，歸根究底都係生活性價比要高。你喺大灣區，你揾唔到第二個地方，又近香港，又近深圳，又平過中山嘅。所以話中山就係一個你嚟咗就唔捨得走嘅城市，尤其係適合香港人退休養老生活。